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40章，上主佮对约伯讲：好辩的人减通甲全能者争论，爱指责上帝打你着应。约伯就应上主讲：我真微小，我会当应答你甚物？我用手圆我的喙。我已经讲一遍，无话通应；我已经讲超过，毋通阁讲。上主就对广烈风中间因约伯，着准备好势，做一个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着应我。你是要否定我的裁决，指责我毋对，来证明你家己是对哦？你敢有亲像上帝遐有力的手骨？你敢会亲像我发出雷隆隆吼的声？安尼着用尊荣威严来装他，用阳光尊贵做衫穿，着摒出你满腹的受气。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着互因屈低。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着甲因扣落来，伫歹人的地盘甲因吞踏，着甲因做一个呆伫土底，甲因拢关伫阴间。安尼，连我嘛未承认你有气力救你家己。你看好马，我做你嘛做伊，伊亲像牛食草。伊的气力在伫腰，伊的力在伫腹肚筋。伊的马溜翘起来亲像碧香树，伊的大腿筋粗勇，伊的骨头亲像铜的管，伊的四肢亲像铁的条。伊是上帝的杰作，只有伊的创造者会当甲伊制服。大山小山强击伊食物，田野的百兽伫遐佚佗。伊倒伫莲花叶骹，困伫规泡露滴的水窟内。莲花叶甲伊惹地，溪边的柳树甲伊围地。河水泛滥，伊嘛毋惊。约旦河涨到伊的喙，伊嘛自在。啥人会当伫伊目睭金金的时，甲伊掠着，也是用钩仔卷过伊的鼻？